林镇广兴国小推动英语学习及国际教育不遗余力，带领25位中高年级学生前往台湾大学和国际学办进行面对面交流。学生除了线上亲手制作的香草祈福卡表达情谊外，也向国际学办介绍广兴校内正在推展的香草教育特色。国际学办计划，简称 ICL， 是教育部协助偏乡国中小学生提升英语能力的重要计划。只要申请通过，偏乡中小学生平日便能透过网络视讯和国际学办进行1对1的英语互动学习。广兴国小自107年申办至今，已经让学生和国际学办产生良好的学习伙伴关系，英语能力也获得显著提升。广兴国小师生到现场先用英语简单问候，并邀请国际学办选择广兴作为交流学校，获得在场逾100位外籍生热烈欢迎。在会场，由6甲严思杰代表致赠香草祈福卡给大学国际学办，全程以英语致谢。严思杰说：“刚开始好紧张，但是学办哥哥很亲切，用微笑鼓励我，所以我便开口用英语介绍我们亲手制作的香草卡片，觉得很开心。” 6甲林丽晶说：“站到台上，看到那么多国家的哥哥姐姐们，紧张到脑中一片空白。幸好主任陪着大家一起用英语跟哥哥姐姐们打招呼，看到他们那么热情，真期待他们来到广兴国小跟我们一起体验。” 为了这次国际学办相见欢，6甲将卷元老师指导学生用英语表达祝福，杨明贵老师则协助学生运用在的特色香草自制祈福卡，杨素玲主任则负责指导学生7种常用英文问候语，让学生可以在国际学办面前展现广兴的热情与友善。 在出发前，孩子们相当期待。5年级黄伟勋说：“我要准备好见面的自制卡片，跟大哥哥说声感谢。”教务主任杨素玲表示，目前已经跟台大完成协定，今年5月国际学办将从台北来到彰化2林镇和广兴国小进行学习之旅。 在此之前，广兴会利用相关课程，指导孩子认识国际学办所属的家乡特色，让他们建立不同国家的文化观，再指导孩子成为广兴香草课程解说大使，以便招待来访的国际学办，让其感受广兴国小对于英语和国际教育推动落实的成果。